今晚咧就整翻一個紫蘇豆豉辣椒蒸豬手，呢一個菜咧非常之惹味。有咩材料咧？全部喺晒度，豆豉、紫蘇、薑、蒜蓉、辣椒。主角提前剁好嘅豬手。依家咧就將啲紫蘇切碎佢之後咧就可以撈味嘅啦。咁啊放晒所有嘅調味料落去，跟住咧就將佢撈勻，可以放去蒸嘅啦。好簡單嘅呢個菜，非常之好送飯。依家咧就放晒所有嘅調味料同埋啲辣椒啊、薑啊、蒜頭落去，跟住咧就放少少好朋友，跟住咧就可以直接將佢撈勻，咁啊可以攞去蒸嘅啦。直接將佢撈勻撈入味咧，就可以攞去蒸噶啦。撈到差唔多咧，就放埋呢啲靈魂啊紫蘇落去。你想佢香啲咧，就留翻少少紫蘇放喺個面嗰度，鋪喺個面，咁樣蒸出嚟咧，仲更加香啊！水滾大火蒸12分鐘，呢一個菜就係咁簡單啦。嗱，放埋啲葱花落去。咁啊，大功告成，紫蘇豆豉辣椒蒸豬手。